哀求主第一节，哀求主紧来帮助阮，听清楚救主呼声。人群静闹，指望警牛转换，怎肯放弃家己来得活命？第二节，哀求主紧来透帮阮，正捆绑拆毁到离。人坐救甜，专顾家己好看，怎肯放落车花关怀用疼？第三节，哀求主紧来扶持阮，骹步跑走较稳固，人性软弱，找求逃避借口，怎肯放下虚假，操练灵命？第四节，哀求主紧来牵教阮，会服侍趁主旨意，人心自专，无爱照主选择，怎肯放心降服，高举主名？